各位早晨，今日係6月8號，禮拜四，我係大華繼顯策略師李慧嫻，咁同大家咧跟進一下咧，尋日港股市況啦。港股尋日再試26,000點關口啊，咁最高曾經見過啦26,073點，咁但係收市都要倒跌啦22點，收報25,974點，未能夠企穩喺26,000點大關。國指升5點，收報10,611點，大市總成交咧增加到去870億港幣，上升股份809隻，下跌股份啦767隻。今日方面咧，見到港股繼續喺26,000點附近拉鋸㗎。咁其實咧，今日嚟講啦，外圍都有幾多重磅大事，包括啦英國大選啦、歐洲央行議息啦，同埋美國 FBI 前局長科米去到國會做證啊。嗱，雖然市場嘅觀望情緒就偏向濃厚，不過咧大市繼續熱炒一啲主題股啊。嗱，隨住內房板塊急升之後啦，尋日終於輪到咧就係落後嘅水泥股起動啦。華潤水泥啦、金宇水泥都可以留意翻嘅。至於基建鐵路股咧，亦都開始蠢蠢欲動啊。另外啦，最近幾日咧，其實沽空機構都頻頻出動唱淡一啲股票啊。嗱，早前被沽空機構郭咸城追擊嘅瑞聲科技啦，管理層就喺禮拜二晚澄清反駁。咁尋日咧，其實就復牌急升啦，就係13.7%啦。嗱，雖然管理層嘅澄清未能夠咧就係完全釋除投資者嘅疑慮啊，不過咧券商報告又好，另一間沽空機構匿名分析又好，或者管理層都好啦，其實佢哋嘅口徑係一致㗎，有助咧就係回復翻啦投資者嘅信心，有利股價反彈。而另外啦，另一間沽空機構運稅咧，尋日就指控啦敏華利用一啲隱藏債務去支付股息同埋股份回購。咁相信咧沽空機構嘅言論同埋行為咧，將會繼續成為市場嘅焦點㗎。嗱，港股走勢方面，見到恒指咧連日收市都未能夠企穩喺26,000點關口，重申啦大市嘅上升動力已經放緩咗啦，不過持續尋頂嘅形態咧仲未受到破壞。我哋繼續以10天線即係25,763點作為第一道嘅防守據點啊。